今仔是金门823炮战65周年的纪念日，总统蔡英文今仔亲身去金门的太武山公墓来主持队史的典礼哦。这嘛是总统蔡总统第3届，嘛是伊任内最后一届主持。今仔早起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有去参加。中昼总统是甲老兵、各家家属做伙食饭，嘛表示讲真感谢。总统强调讲，无823的胜利，就无今仔日的台湾。嘛承诺讲，政府会继续来照顾、加保家卫国的战友。上香。亲身去献花献歌念香，总统蔡英文甲国防部长邱国正、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23去到金门主持823炮战胜利65周年的队史典礼，向殉职的将士致意，表示哀悼。这是总统蔡英文伫咧2019年、2020年以来第3届，嘛是任内最后一届去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队史典礼。尤其这阵中国拄啊伫台海周边军演结束，两岸情势更紧张。因过823炮战，互人当作是咱国的生存之战，国军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。朝野的政治人物拢正关注金门的和平。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有去参加典礼。迄当阵参加抗战的老兵甲眷属，嘛拢有受到邀请去参加。规个典礼是办甲真庄严，蔡英文阁亲身向老兵致敬，嘛甲眷属小招问。随了总统蔡英文甲老兵做伙食饭，致辞阁讲到，若无823的胜利，就无今仔日的台湾。国军会延续823的精神来保卫家园，维护台海和平。政府嘛照顾这阵英雄。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823胜利的同时，务必要提醒自己的今天的稳定、繁荣，都是来自于在座的护国英雄，以及每一位为了守护家园而牺牲的英烈。记者朱杰、林志坚金门报道。